兄姐平安，真寒吼，咱吼爱好好啊，穿暖和啊，咱活靠主，心内就会火热。吼，咱伫咧聚会进前，咱请柯牧师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伫你面前，阮献上感谢。虽然天气寒冷，总是你的听伫阮的心内，互阮感觉温暖。虽然天气寒冷，总是你保守阮出入拢有平安。愿主继续看顾阮，互阮伫今仔日，阮自执伫你的宝座前，要来同心学罗敬拜，要来学罗你的名。愿主你的信心甲阮同在，互阮会当甲你相拄，互阮会当领受对你下来的恩典，领受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愿你看顾，也未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保守因一路的平安，嘛有主你的听甲因做伙。看顾遐无法度甲阮做伙来敬拜兄弟姊妹，无论伊伫倒落，主你悠然看顾保护因。这是我们恭敬将今仔的礼拜自头到尾，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身对阮讲话，保守看顾阮，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啦吼，日头出来啊，虽然是较小可感觉较冷冷啦吼，但是心内可能会加较温暖，特别礼拜上帝殿的时阵啦吼，感谢主。连续几工的寒了，可能会较即马惯势啊啦吼，但是嘛是要注意吼。我感觉咱的迄个据点老人运动的时阵啊，顶礼拜。连续几啊届拢落雨，搁看寒吼。10:50开始要运动的时，11点就客满后壁来啊。哇，这路段感觉足爱出来吼。所以咱若身体会拄，咱嘛爱出来行行的啦吼。甲人有互动会较好势吼。后来咱来时间已经迄个，咱来练16首。咱即礼拜今仔日礼拜要吟的诗吼，这真较适合咱来唱。咱着对主唱歌，快乐吟诗来学乐，好听通诗歌，学乐主每日先创造，上主奇妙创造，星星日头甲大海，我就做是好，万物皆美丽个好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第二站，着对主感谢，快乐唱来学歌，用真心甲听，万物对主所希望。一切受造万物，称赞上主嘅伟大，何乐主吟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是，咱都要对主唱歌来感谢俄罗伊。无论你的心情什么款啦吼，咱拢用感谢，用唱歌来甲上帝有好的结连吼。来，咱搁来看381首，这首是咱这个月定诗啦吼。咱先较慢一丝丝啦吼，咱先来较慢的吼。咱先请琴弹一遍。咱琴请弹一遍。
第一节哈。万有受造归延更上帝，阿门，阿门。对主成就主，你们，阿门，阿门，阿门。万有受造归延更上帝，阿门。第10个一遍。阿门，万有受造归延更上帝，阿门，阿门。对相求领受各项好美，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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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有受造归延更上帝。阿门，阿门。这是非洲的迄个科麦隆国家吼，西非一个国家，小国家尔啦吼。但是呢，因非洲的迄个旋律吼，就较咱遐有写吼，就较无共款吼。啊，我有入去看这介绍，咱迄个罗伊德牧师有介绍讲，这个国家的土地是咱台湾的13倍。人口才1800万人尔吼，啊，但是因内底因的基督徒有40%，足悬啦吼，足悬吼。啊，所以呢，因非洲的人吼，也是讲较欧式的人拢对啊，因为在学乐的时，我拢较轻快吼，较还有节奏，啊，咱嘛来学习啦吼。但是咱可能咱较袂遐惯势吼，嘿，无要紧。啊，之后咧介绍讲，第一节讲万有受造归延更上帝，后壁讲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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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这句我认同，我赞成，我感觉阿门吼，你讲对，讲到迄个吼，所以咱有一款的，爱有一款的迄个吼。来，咱来第2节咱的信，咱的歌声咱读一遍好无？来，生命受造归延更上帝，阿门，阿门。对圣手领受各项好美，阿门，阿门。万有受造归受。归延更上帝，阿门，阿门。好来，咱第2节咱唱一遍哈。第2节，生命受造归延更上帝，阿门，阿门。对圣手受造各项好美，阿门，阿门，阿门。生命受造归延更上帝，阿门，阿门。咱爱尊主最大吼，万项事拢是创造，所以咱爱欢喜。今仔日就特别啦吼，就是咱有要设立新的会长甲队长，吼，这是种的要个领受上帝，吼，大人受选的人的一种的。个别啊，甲上帝讲，我愿意，我会使。这句是我拜师吼，迄个少年团契咱的台湾会长吼，伊伫遐咧分享时讲，伊参加一个训练会是中会训练会是，迄个老师讲，伊感觉真有认真讲，咱每一个人是拢爱吼，爱甲主讲，我愿意会使，但是我会使，我可以，我愿意，我可以。你别人讲，我可以，我愿意。咁啊，真济我的感受啦，吼，真济信主久久啊，几十年啊，我感觉了个伫咧听人咧讲，人愿意，人会使啦，吼。啊，咱嘛学习讲，上帝讲，主啊，无论你互我个偌济年日，我会使，啊，我嘛愿意，吼。安尼可能咱的人民，咱的性命，咱甲上帝的关系，可能会较无共款。这是我的体验嘛，吼啊。咱辅助团契改成要改2摆，还有1摆是要查经嘛吼。有一个姊妹甲我讲，昨天就咱的老人，遐长者足济吼，邀请因来读圣经。我讲，啊，咱先甲伊做朋友嘛。啊，你都无甲伊熟悉，你免来听。啊，这圣经对传统的老大人来讲，几啊10年拢是伊拢民间信仰啊。啊，你1摆要2摆。看圣经可能吼，较无得接受。我讲，
先甲伊做朋友。咱若会拄好，咱就去甲人熟悉嘛。啊，甲讲咱迄个，因为即摆咱的社区的遮老大人会当接受咱教会文化，会当敢踏入来啊。咱欠咱讲，咱去甲招好尔啦，咱欠咱可以甲伊做朋友尔。若要传福音，为啥开始？可能就会较好接近啦我想逐间教会拢共款，你牧师的金美教嘛共款，因嘛是用即款方式活动，爱用迄个来邀请人入来这是我的感受来，咱看382首，我的性命献予你，这是咱奉献的心咧唱的诗。但是这首你甲看，为头看到尾你感觉讲，唔能干咱唔是奉献钱尔、金钱尔我的性命、我的时间、我的脚、我的手、我的才能、我的才调，就是我会晓啥物，主我拢愿意奉献予你。咱来唱第一节。第一节，我的性命献予你，在你路沿高之时，心求秘境献好主，你愿跟你吧。第二节。第三节，我的声音呼你耶，我已有了主天，我的嘴这是咱逐礼拜拢有伫唱的诗啦咱来奉献金钱，这是咱互咱的圣工会当运作较顺利。毋但安尼尔咱会通搁思考，我会当像咱的导案会长讲我愿意，我会使。这句咱搁等于想看卖好，最后咱用95首，95首。你若逐工仰望十字宝架。我想开力就对你遐来，咱会通用这咱来做咱时时甲上帝的告别，甲伊结连咱来唱第一节，圣诗95首。我仰望十字宝架，荣耀的主。受罪，我情心无色就荣华，愿为主隆重。第二节，我无敌。请咱闭目心，在最今日礼拜。
愿因跟跪伫至高的上帝，愿意赐和平予地球伊所以爱的人。即摆来唱圣诗381首，圣诗381首，万有受造归因跟上帝，万有受造归因跟上帝。阿门，阿门。对信手领受大项好物，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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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有受造归因跟上帝，阿门，阿门。请起立来唱全首。万有受造归因跟上帝，阿门，阿门。对信手领受大项好物，阿门，阿门。所祝福你，阿门，阿门。对信手领受大项好物，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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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奉献是主所祝福你，阿门，阿门。请坐。今晚来读《使徒信经》伫旧部第7页，咱做伙来读。阮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交代，对在世女玛利亚处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定时期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同的上土，做赦免，肉体告活，永远活命。阿门。即摆咱来读客英文64篇，客英文64篇，伫信心后壁面1117页，客英文64篇。现着我来客恁来用。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
所以要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要实行道理。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小细看了后，一日离开。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是伫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被上帝看起来。即马咱来祈祷。等一下。好，即马来唱信息16首。信心16首，咱着对主唱歌。咱着对主唱歌，快乐吟诗来学乐，唱出疼痛的诗歌，学乐主每日新创造，上主奇妙创造，天时、日头甲大海，伊看所做是好。万物皆美丽，阁和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请起立来唱全首。咱着对主唱歌，快乐因心来学乐，主听他诗歌。学乐为你新创造，主奇妙创造，星星日头甲大海，看所做是好。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对主感谢，快乐因心来尊重，要爱信心甲听，对主所的希望，这许做万物，尽在上主的伟大，哦，老主因心，心好可爱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唱歌。哈利路亚，请坐。即马咱来祈祷。请大家同心压头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是阮的主，你使耶稣基督，你的独生囝来救赎世间人，赦免阮的罪，阮感谢你。亲爱的天父，阮谦卑的问你恳求，求主坚固你的信会，
求你的信心常常引带，互阮甲你哪近我，互阮知影你的旨意。亲爱天父，阮感谢你，带领科牧师来到阮教会，求主你常常甲科牧师同在，赐伊智慧帮助伊，知影你的旨意来无用阮，互阮更加明白你对主你的脚步。亲爱天父，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阮为着纪念教会建堂130周年的主日，有计划济纪念事工，求主帮助阮，互一切计划会当顺利进行。阮也为着魔术馆的整修工作来祈祷，求主使阮事务圆满顺利。今仔日是阮团契辅导会长就任的日子，求主大大赐福互遮个同工，互因会当常常效量你的教示，持守你的道路，互因会当哪好势哪共甜。阮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赐阮平安，阿门。今仔日的经文伫咧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13节。第1节，人若希望甘道的钱，伊是遇着好的工，即句话是真实。所以做甘道的，应该着无通嫌；做一个妇人人的丈夫，毋通好酒。着守己、端正，好款待厝内人，交教士。无因为酒起事，无拍人，着温柔，无三枝，无贪财。交整齐家己的家，用端庄，互囝儿顺服。因为若袂晓得整齐家己的家，要怎样照顾上帝教会啊？拄着立教的，毋通互伊做监督，惊了家己的偏颇，来陷落伫魔鬼所受的审判。搁伫教会外着有好名声，惊了拄着人的软骂，陷落魔鬼的活斗。安尼做执事的也着端庄，无两油话，无爱啉济酒，无贪不义的钱。着存清气的良心，固守信道的奥妙。第10节，亲像即号人，着大先试验伊，若无通嫌，才通互因做执事。安尼妇人人也着端庄，无诽谤，无好酒，凡事忠信。执事着做一个妇人人的丈夫。交整齐因的囝儿甲家己的家，因为交做执事的，家己得着好的地位，搁伫基督耶稣的道理有大大好大。即马咱来请少年团体来献诗。
今日咱请李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重视家己的职分。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主比里面的主上帝，阮欢喜来到伫你面头前。主虽望阮知伫最近即几工真正寒冷的天气，互阮有关心迫切、火热，欢喜来就近你，欢喜来敬拜你。主，你纪念每一位兄弟姊妹一款意愿就近你的心，迫切的心，火热的心。愿主你将你的疼痛、你的恩典赏赐伫阮的中间。啥时啊，赏赐阮有健康勇壮的身体，阮会通来敬拜，阮会通来服侍。主啊，阮恳求你将你特别的祝福赏赐伫阮的中间。天父，阮的上帝，阮恳求你将你的话语真正，互阮通过圣神的感动，互阮会通刻掉伫阮的心中。愿主你祝福伫阮今仔日会早起，阮的敬拜，阮的分享的内面。伫你面头前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靠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大声要来感谢咱的教会，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已经通过监选愿意邀请靠牧师来到伫咱的中间，来甲咱养饲。我的心中真正欢喜。我嘛相信。伫咱久长的听候甲敲揣、祈祷的即个过程的中间，是有价值的。也要通过咱的竞选、咱的邀请，以及靠牧师上帝差派伊来到伫即个所在，通过伊的养饲，的确我相信会当互咱的教会伫上帝的祝福甲靠牧师的带领的下面，日日来得到终止。今仔日。
要甲咱用即段的经文来分享。即段的经文是针对伫教会中间的领导者来讲的。毋过我感觉嘛会通诚侪咱教会中间每一个人的提醒，因为咱拢有可能伫上帝爱咱、需要咱的时阵，也是上帝呼召咱的时阵，咱来为上帝来服侍，为上帝来做工。可能无一定是当值，可能是负责什物款的事工。你可能会甲牧师讲，牧师，我无气力，我无能力，我无适合等等，侪理由。我相信这个理由嘛拢有正当，嘛拢是你的困难。甚至可能有的人，你嘛会直接甲牧师讲，牧师，我都无想要做。毋过我相信，因为我听过侪的见证，就是当上帝真正要用咱的时阵，咱是无法度做好烧香。侪时阵，特别是伫新学院听过侪同学伫迄台咧讲，伊即世人上无爱做的，就是牧师；上无爱读的，就是新学院。但是已经伫新学院内面受造就啊，上帝要用的时阵，无人会通照相。所以，毋管咱愿意无愿意，其实咱需要伫咱的人生的中间，需要伫咱家己的本质学龄的中间，咱做好咱的准备。如果咱若做好即个准备，咱就会通诚侪上帝上好的同工。就算讲上帝即马无要用咱伫教会内面的圣工的中间，但是我相信，当咱准备好的时阵，其实无论伫咱家己的生活、咱的工作，还是咱伫社会中间甲人的志接，拢是有好处嘛有帮助的。侪时阵，我常常会甲兄弟姊妹伫鼓励讲，爱互咱的细囝来参加咱的主日学，来参加咱的少年团契、学生团契，因为伫迄个参加的过程的中间，因会受到训练，因会需要为着要计划整个团契、整个教会因的活动因伫迄台遐，因真正爱去学习。这个学习帮助因将来伫社会，将来伫因工作的中间诚侪因上好比别人搁较有迄个利益，也是讲比别人搁较好的条件的一种武器。有偌侪青少年会通像今仔日咱的少年团契共款，伫遮尔侪人的面头前做伙献诗，互逐个人听。有偌侪青少年，因一年会通有会通有10万、20万。这个经费，互因伫迄台遐，在因家己计划，在因家己想要安怎来用即个钱逐个只有辅导伫边仔甲因讲恁爱安怎计划，还是讲甲因做伙参详要安怎计划？有偌侪青少年伫因即当阵的时阵，就会通有即款的机会来磨练。这是伫咱的教会内面，当你愿意踏出迄个服侍的脚步的时阵，你就会通伫即台遮来得到的。也未进入今仔日的经文的内面，我要甲咱分享我过去一个经验。有一摆我咧参加一个旅行团，出国的旅行团。即个旅行团有30几个人，伫这30几个人的内面，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因拢是教会机构的领袖。足悬的领袖，伫整个的旅程的过程的中间，有侪的状况。有的人行李无去有的人感冒，有的人护照去互放去差不多咱想象讲，若出国会发生的代志，伫阮迄团内面拢发生但是有一项代志是我上戆影嘛是我完全想袂到的。就是讲，伫阮即个行程的内面，差不多有两礼拜时间，14天的内面，
当咱教会兄弟姊妹，咱若做伙出去旅游的时阵，咱拢会定迄个集合的时间，对无？哦，去到伫啥物一开始集合了后，然后做伙出去了后，到伫一个所在要佚佗的时阵，咱就会讲无咱四过行咧，然后啥物时阵转来，做伙集合。是毋是？我要问咱大家，是毋是？大概加减减，拢有一个两个会员啊，会知道，对无？差不多这是咱的经验啦，咱毋是讲对遮个人感觉无好，还是安怎？咱嘛是欢喜会通来听候，但是有当时即款听候会影响到咱的行程。伫即届我甲因做伙出去安尼2礼拜的时间的内面，全团内面差不多我上少年，资历甲社会经验我上浅，所以我嘛对要去的所在拢青分，所以我大概人在讲集合的时间的时阵，我毋敢迟到，我惊去互放鸟，车驶咧去啊，我真正全找无路通好转来，所以我拢是准时，甚至早一丝丝啦，时间上早一丝丝啦到。但是即阵的人，因伫社会的内面，就是讲，因拢是迄个真领袖级的人物吼。当阮在发集合的时阵，我照时间倒来集合，我看到所有的人已经到14天的时间，无一天有一个人迟到。我头拄讲过。阮所有会当发生的代志拢发生啊，有人护照放弃，有人行李放弃，有人感冒，有人安怎，拢发生啊。但是无有一个人伫约束的时间的内面迟到，逐个人拢照准时间。你讲牧师是毋是遮个人拢甲你共款？对所在无熟，所以毋敢迟到？毋是，遐个人其实对所去的所在，有个人真熟，有个人甚至伫迄搭遐阁生活一段时间。因拢知影讲迄搭遐要安怎算，要安怎行，要安怎走，啥物所在上好食，啥物所在爱买啥物物件，爱去啥物所在，因拢足熟的。但是当时间到的时阵，因已经到，逐个人做伙集合伫迄个所在，无等过哦。迄游览车照时出发，毋免惊伊讲有人去互放粉鸟。我伫即个遮甲咱分享即项代志的原因，是因为即项代志，互我太印象太深咧。以往咱的经验的内面，就是只要是教会活动，若出门的时阵，一定是有人会安那，会迟到，会暗到。有当时咱爱搁等5分钟，等10分钟。但是即阵拢是教会的领袖，伫社会中因嘛是。社会中领袖级的人物，这个领袖级的人物，照你讲，因红等是足正常的呢。人是爱提早到，等因到的迄种的呢。但是伫遮，我甲因做伙出去的迄段时间的内面，因并无去红等，而且因逐个人拢是提早到，甚至是阮时间，我到的时候，我拢会感觉讲。是毋是我迟到啊？表搁看一个无啊？我准时到的啊！想到逐个人拢已经到啊！我想这个内面有真侪咱会通来学习的。头一个是即阵人因重视因即款的约定，因无凊彩破坏即个约定。守时就是一个共同的约定，无人规定讲袂使无守时。伫迄当阵，因为带团的人，因是下面的行政人员，因毋敢对顶头有要求啊。今仔日如果咱若带董事长出去，你敢要求董事长讲你爱准时到？你若无准时到，阮车驶咧，我要甲董事长放鸟伫迄搭遐，咱敢敢？咱绝对毋敢嘛。下骹行政人员在要求、在安排这个行程的时阵，因绝对毋敢去要求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并无去互因拄到即款的困难，即种是一种的守时是共同的约定，无人
规定讲袂使迟到，准讲你若迟到，嘛无啥物处罚，因为无人敢甲你处罚。所以伫即个遮，咱所看见讲，即阵的人因愿意守时，愿意共同遵守即个约定。第二嘛，详时表示讲，即阵人愿意顺服，要做一个领袖的人物。下骹的人伫家己安排伊的行程的时阵，伊会通有伊的主观，伊会通有伊的家己的意见，伊会通想讲，我即当阵要去啥物所在啊？恁来等我一下，我要迄当阵要去啥物所在？你是毋是会当搁听候一下？下骹的人大概毋敢讲安怎讲，一定讲好好好好好。但是遮的人当因做甲阮做伙出去的时阵，阮的导游嘛真少年。时间是伊甲几位行政同工做伙来安排讨论的。即阵的人差不多拢是因的中歌，啥物人要听啥物人的，啥物人有权无要听啥物人的。其实即团内面每一个人讲的话，遮的行政人员因拢爱真谨慎真听。我几工了后，我才知影遮阮的行程真满吼，差不多到的时阵拢已经足晚。然后种完了，就搁爱差不多身躯洗洗咧吼，人倒咧就开始困啊。但是我后来才知影讲，遐行政人员因到了后，因搁伫迄台遐讨论2点钟、3点钟问仔载的行程，要安怎行，要安怎走。如果若一个人无愿意配合，因所讨论的、因所了的工就白了。因伫迄台遐迄个精神、迄款的安排迄款的付出就白了。但是伫即个中间，遮个人无人对行程中间的时间的安排有意见，逐个人欢喜照时间行，就算讲家己足忝嘛。因为遮个人其实50-60岁是正常的，50-60岁对即当阵我来讲，我感觉50-60岁已经身体已经小可。无法度亲像少年的时阵安尼讲，要几工就几工，甲你迄落年长的人，因伫迄个所在，因愿意照迄个时间来配合，无人伫遐要争讲我要做大的，我要做老大，愿意彼此顺服，互即个行程进行了真顺利。嘛是因为安尼，所以阮的行程真好势，真顺利，一直行，一直行，一直照时间来行。逐个人真伫迄个真满的迄个行程的内面，至少该学到的物件、该看到的物件，拢有学到，拢有看到。第三，这嘛是一种自我的克制。其实，你有权否决下骹的人因所计划的，你有权凸显家己的重要，你有权要求别人来配合你，你有权要求家己。照家己的意思去行，无要听人的话。但是即阵人因选择讲自我克制，愿意照着迄个行程来安排。无得到迄个行程安排了真严，地点无啥满意，迄个食的物件嘛无啥满意，伤早起床，伤晚困。毋过大家拢愿意彼此来配合，愿意克制家己。最后一项，伊咧讲，我看到是因会晓得尊重别人。其实守时本身就是一种的尊重别人、尊重他人的一种表现。你愿意照这个时间来行，就是你尊重这个团体的每一个人。咱甲人约束，什么时间到，咱照时间到，咱是咧尊重对方。毋管对方的身份是啥物货，是悬是低，当守时即个行动出现的时阵，表示你重视即个代志，你重视对方，你尊重对方，你愿意甲对方来同工，你愿意服侍，你愿意顺服，你愿意牺牲家己的特权。我相信，为什么遮个人因会通做甲遐尼悬？为什么遮个人因会通做？教会机构中间的领袖，为什么这个机构因会通做甲牧师、长老、执事等等的？
因伫教会内面，因会通去互即款的重视甲尊重，这是一种因自我克制自我准备的一个结果。这个人嘛是这个人会通伫社会内面成功的一步。可能咱平常时袂感觉讲守时有啥物款的学问，因为这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但是简单的代志，伫一个有权柄的人，特别是伫一群有权柄的人共同来做出来，我感觉这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代志。我毋知柯牧师有参加过做迄个牧者的旅行无？吼，大概遐个这个牧者的中间，逐个人拢你是牧师，我是牧师，安尼是毋是？逐个人身份拢平等。若有人无守时的时阵，变做是所有的人拢爱等伊一个。到底是啥物人的身份地位比啥物人较悬、较悬、较大吗？我想这是伫教会内面，咱会通安尼来想，安尼来检讨。检讨的原因是，咱将来咱会通做更较好势，咱将来咱会通更较谨慎即项的代志。伫咱应该爱守时，伫咱应该爱遵守规定的中间，咱欢喜来遵守，咱欢喜来尊重这服侍的同工，咱会通彼此尊重、彼此服侍，互咱教会所做的代志会通哪来哪好，哪来哪顺。伫今仔日的经文的内面，有提醒咱侪有关教会内面要成做一个领导者的条件。伫内面有讲到监督，有讲到执事，伫新约本的内面，伊甲伊翻做领袖，甲领袖的助手。我想咱过去伫圣经的内面，咱会看到讲监督就甲咱即马长老差不多。执事的时阵，咱就会想到讲咱即马教会中执，执事。但是实际上，伫因的工课的分工的内面，比较较属伫教会领袖甲领袖的助手。教会领袖甲领袖的助手。如果是咱用教会领袖甲教会领袖的助手的时阵，咱就会通甲伊看做是啥物？咱的团契的会长是毋是领袖？是。咱所选出来这干部是毋是助手？是。所以即个新约本现代中文译本伊所翻的，其实伊范围更较宽，会当互咱教会内面所有的团契。所有的咱无论圣歌队，是其他的单位也好，咱拢会通做伙来想即段经文，也来学习即个中间要对咱的提醒。如果咱若详细读，会发觉即个条件，好亲像嘛是咱所认同的，敢毋是？伊毋是特别伫迄搭遐讲严格。来规定讲一定爱啥物款的资格才会通做，这个规定的内面有一寡是咱真正做人的根本。这个根本在甲咱提醒讲，咱爱做好咱原本应该爱做的工课，咱爱做好咱原本应该爱固守的物件。伫内面，咱一定会看到家庭的问题。迄个家庭的问题其实是真重要的。我毋知影。咱受选成做干部的时阵，咱的心是啥物款的心？你会足欢喜，还是足担心？你会感觉讲，我即马要好好来发挥，还是你会感受到讲，我毋知影要安怎做，我足惊吓。侪时阵，咱有足侪无共款的情绪。毋过保罗伫第3章第1节，伊有讲即项代志。伊讲人若羡慕监督的职。伊是得到好的工，即句话是真实。现代中文译本讲，即个话是可靠的。有人讲，啥物人做教会领袖的抱负，就是行善一件美好的工作。我真爱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伊讲有人讲，啥物人若做教会领袖的即个抱负，
伊就是行善一件美好的工作。谁有做教会领袖的抱负，谁就是羡慕一件美好的工作。咱该成个真少用这个角度去看，咱要要伫教会内面服侍的工啊。侪时阵，我家己本身，伫还未真做牧者进前，我伫教会内面服侍，我嘛会甲教会内面的服侍看做一个重担。我从来毋知影讲，原来圣经内面保罗咧看即个服侍的时阵，伊是甲伊看做是一个美好的工。咱要担当教会领袖的即个时阵，咱有甲伊看做是一个美好的工无？这是一个美好的工。对保罗来讲，行善做教会的领袖，就是一件真水的工，真水的工作。这是要服侍上帝，这是要互教会来得到利益甲帮助呢。这毋是要成就家己啊。有当时啊，咱可能会甲教会工看做讲啊，这是要来凸显我家己的困难，凸显我家己的能力，要来成就我家己，互人拢感觉讲哦，我真厉害啊，得到侪人的看重。我相信毋是安尼，保罗伫即条讲，这是要服侍上帝，这是羡慕做教会领袖，这是一件美好的代志。因为这毋是要成就家己啊，是要互上帝的工、上帝的教会得到更较好的帮助。请问咱受选做中级、受选做团契的会长，受选做教会内面主要的干部的时阵，咱敢有甲伊看做这是一件美好的工？啊，是咱真正将伊到我少年的时阵共款，甲伊看做是一个重担。我想咱对即当阵开始，咱受到一个提醒，伫保罗的眼中，伊甲是提摩太。即个少年的提摩太讲，行善教会、行善做教会领袖，就是一件美好的工课。也毋望咱真正是甲即个看做是值得行善的代志。啊，即个行善毋是因为人改成高高在上，改成去互足尊敬，改成真有名声、地位、真荣光、真请赢，毋是。这是一个服侍的工。服侍上帝的工，会通互咱伫上帝的面头前，来得到上帝的使用，咱会通来服侍上帝。然后伫第3节到伫第2节到第5节，圣经伊提起着讲做教会领袖的一寡条件。伊安尼讲，所以做监督的应该着无通嫌，做一个负责人的丈夫，毋通好酒，着守己。好款待出外人，熬假事，无因为酒议事，无拍人，着温柔，无三钱，无贪财，熬整理家己，熬整齐家己的家，用端庄，互囝儿顺服。因为人若袂晓得整齐家己的家，要怎样照顾上帝的教会啊？咱有注意到保罗的条件，其实伫啥物所在？伫厝内啦，伫咱厝内，咱爱先做好厝内代志，对无？咱爱先做好厝内代志，咱爱先甲家己的厝来顾好势。当咱若顾好势的时阵，保罗讲：你的厝你若有顾好势，你来做教会工无问题，你来服侍上帝无问题。因为你已经做好、顾好你家己教会、你家己的厝啊，你已经整齐你家己的厝啊。我相信这是一寡基本的功夫。好酒的人会因为酒来误事，这我相信咱拢清楚。侪时阵毋是袂当啉酒，是咱的酒爱适量就好，袂去误事。如果无法度来谨慎家己，
无法度来控制家己。其实做事的中间，咱拄着引诱的时阵，咱就真容易跋倒。无三钱，无贪财。这个事伫教会内面是需要咱做伙来谨慎的一件代志。伫这个内面，保罗讲上多就是家庭的关系。这个家庭，你有做囝儿好的款式无？你有安定好势家己的家庭无？你会通整齐家己的家无？如果你若会通整齐家己的家，你就会通来照顾上帝的教会。家庭若无见证，就无适合做教会的领袖。我相信这是一个好的提醒。咱过去常常在讲家和万事兴。我以前听到阮教会的一个辅导在讲伊上爱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家己开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己会通修好势，才会通齐家，才会通治国，才会通平天下。当然对伫咱即当阵来讲，咱的社会、咱的环境有较复杂，毋是每一个人，咱拢改成的是一个真完美的家庭的款式。有的人可能是单亲的家庭，有的人可能是隔代教养的家庭，有的人即款的每一个人的家庭所拄到的困难无共款，但是咱所拄到的困难的过程中间，咱是毋是好好照顾甲看顾好咱的家庭？我并毋是讲只要你若是单亲，你若是有家庭有啥物款毋是咱迄种完美的家庭吼，迄款的形式，咱就袂使担任教会的领袖，毋是？是咱是毋是有甲咱的家庭顾好势？即项代志是重要的。只要咱若愿意看顾咱的家庭，咱的家庭无问题，我相信咱伫外口要做工课，咱会通有家庭诚做咱的帮衬，咱的服侍会通做较好势。第六章，伊有提起着讲教会领袖，无应该是初参与教会的人来做，免得即个人心高气傲，得到魔鬼的去陷落伫魔鬼所受的审判。即项代志其实伫咱的教会内面，我相信咱若有了解教会法规，咱就知影。咱的教会内面法规规定讲，入教会受洗的，诚做咱的陪参会员2年了后，才会通受选诚做执事。为什么要有这个规定？这个人咱感觉讲伊真好啊，伊真热心啊，伊虽然打入教会内面，但是伊真认真读圣经啊，伊参与团契、参与祈祷会。为什么咱的确爱伊讲洗礼了后2年才会当选做执事？圣经内面嘛是安尼讲，打拄入教会的人毋通，因为伊对整个教会也无了解，整个教会运作、教会的构成教会甚至教会财务的运作，伊也无了解。当无了解时阵，容易造成一寡纷争。当无了解时阵，真容易将伊过去生活的习惯带入伫教会内面，可能迄个毋是下伫信仰的。所以我想伫即个内面，伊伫即个遮咧甲咱提醒，毋通拄入来的人就诚做教会的领袖，执事两任了后，才会通受选做长老。所以咱安尼算吼，执事一任爱4年，2任爱8年。入来教会10年了后，咱才会通受选做长老。咱看咱教会长老改成改成真简单人安尼选的就出来。其实毋是呢，伊伫教会内面已经服侍10年啊，超过10年啊。伊爱认真服侍，超过10年了后，伊才会通去互选做长老。即款的要求，毋是干那对教会领袖，嘛是对教会领袖的助手伫迄来讲的。伊讲到教会领袖的条件，其实
甲教会的领袖嘛是真类似。伊讲第8节开始，伊讲安尼做执事的也着端庄，无两样话，无爱啉侪侪酒，无趁不义的钱，着存清气的良心，固守信道的奥妙。亲像即号人，着事先试验伊，若无通嫌，则通互因做执事。这个事嘛是咧甲咱讲起，13节讲，因为交做执事的，家己得到好的地位，佮互基督耶稣的道理有大好担，大好担。伫即个中间，咱若看即个经文的内面，其实伊嘛是咧甲咱讲起讲，执事也是讲教领袖的助手，伊嘛是爱咱顾好家己的家庭。教会领袖的助手是啥物啦？咱对圣经内面，咱会讲这就是执事。然后头拄牧师在甲伊讲扩大一chút啦。若用领袖甲领袖的助手来看，咱教会会长其他的干部是领袖的助手。其实咱若要更较详细甲伊深入落去想的时阵，亲爱兄弟姊妹，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敢毋是有哪是遮个领袖的助手吗？遮个领袖伊敢有可能一个人完成咱130周年的教会的庆典？无法度啊！一定要咱每一个人做伙来参与，敢毋是？咱有要牧师馆要来迎接新的牧者来到伫咱的中间。咱要牧师馆是教会领袖的责任，也是领袖的助手的责任，也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其实所需要的是咱每一个人欢喜参与伫即个中间，咱才有法度完成这个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相信，无论咱文山教会的兄弟姊妹，也是咱在座，抑阁是无道友的。这个原则，我相信对咱每一个人拢下用。我相信，咱若欢喜要互上帝用的时阵，上帝的确来使用咱。我望，其实今仔日这段经文在提醒的，毋是提醒伫即个遮牧师甲兄弟姊妹提醒尔，嘛是牧师家己爱有提醒。咱愿意诚实来面对今仔日的经文。好好来想看卖啊！咱伫啥物所在抑阁无够额？咱家己有备办好咱家己，要互上帝来使用无？叫上帝帮助咱，互咱每一个人拢会通诚做咱的领袖就是上帝的助手。互咱重视咱家己伫教会内面的这份。当咱看到有人会通做遮个领袖、教会领袖，的时，咱所看到的是一个羡慕美好的工。愿上帝帮助咱，也望当咱承接到这个职分的时阵，咱备办好咱家己。主，我就是要互你用，主，我就是尽我的气力来完成所交托伫我身上的这个责任。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主你帮助阮，也祝福伫阮的中间。阮恳求你，互阮搁一摆得到提醒。天父上帝，当阮会通担任教会重要的职务的时阵，这是一件值得欣赏美好的工。伫即个受欣赏美好的工的内面，主，阮毋是要高举讲阮家己，阮毋是要成就阮家己，阮毋是要互人看见讲阮有偌高，阮是要来服侍主你。因为阮欢喜服侍，所以当人看见阮的服侍的时阵，因欣赏，因感觉这是一件水的工。主啊，愿你帮助阮，互阮欢喜做见证，伫众人的中间，伫你面头前求主你祝福每一位伫主你面头前的兄弟，备办好阮家己，要来互主你来用。安尼祈祷，
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阮心。请咱来唱信心376首，信心376首，聪明的人带学习，带学习。聪明的人带学习，好也通带钱财。有人会带因财灵，有人用来好势。咱也爱带咱宝贝来献互咱君王。当咱无闲无学习，咱就怎有敬奉？请起立来唱全首。聪明的人带学习，好也通带钱财。有人会带因财力，有人用来好势。君王，只管你面通带来，世界人敬奉，通用生活的所造，大项互伊欢喜。我论带来通哈利，到袂天到的心。君王也规矩无相爱，因也用这敬奉。请坐。即摆来奉献。
即马来请李牧师来主持同工就任。今日咱要来进行咱同工的上任吼。伫即来遮要来请少年团体辅导施新宇、张义竹、田宣豪、吴恩硕，少年团体会长卢道安，橄榄团体陈荣玉，辅导团体陈振慧，敬拜团潘秀丽，青年团体赵颂莹，儿童主日学郑仁娇吼，请即个同工，咱来头前的所在，咱徛规列吼，徛规排。好，牧师伫即个所在，有两个问题要来问咱。头拄咱已经听到牧师伫分享的中间所讲圣经的话，嘛，望遮个话语诚侪咱的帮赞。咱所做的工是值得欣赏、美好的工，所以嘛，愿上帝的圣神祝福伫咱的中间，互咱有气力、有能力，对上帝圣神的中间来得到帮赞。伫即个遮要来问咱两个问题，请咱照着咱的心，咱来回答。请问你们领受少年团体辅导、少年团体、橄榄团体、妇女团体、敬拜团、青年团体、儿童主日学的责任，恁有确信即个是上帝的召命啊无？恁要领受即个职，恁着倚靠教会的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有要安尼行也无？感谢上帝！即当阵要来做宣告，请咱兄弟姊妹做伙起立。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东会小会的权柄，设立恁做本会少年团体辅导、少年团体会长、橄榄团体会长、妇女团体会长、敬拜团团长、青年团体会长、儿童主日学校长。这一节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的所做，常常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免。请咱坐。请咱的同工吼向后转，向后转。咱教会有任职书吼，要来送互因。因为咱已经选出咱的牧师吼，监选牧师已经经过啊，所以我即当阵我要，伊去互我突袭啦，我请柯牧师吼来分即个任职书吼，请正会长老来帮忙，少年团体的辅导。施新宇，举手一下吼。张义如，田宣豪，吴恩硕，少年团体会长卢道安，橄榄团体会长陈荣玉。敬拜团潘秀丽，青年团体会长庄颂莹，儿童主日学郑仁娇执事哈，最后妇女团体陈正慧长老，好，咱拍扑啊，咱真正爱带着一个欣赏美好的工，来甲咱的同工来做伙配合。咱头拄拢有拍扑啊吼，袂使跟我讲你无要配合无吼。感谢上帝，来请回座，咱甲时间交互主会。即马咱来报告，咱来先来读今日的经句，伫周报第2页。人若
希无干度的钱，伊是遇着好的工，即句话是真实。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节，人若希无干度的钱，伊是遇着好的工，即句话是真实。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节。好，那请来看旧部第3面圣光分担。后礼拜是全教会大摒扫，所以无欢喜礼拜。那领袖后礼拜是敬拜团、属内桂金墩、苏金、苏云伟姐妹、献诗青年团体、苏宪、柯冠贤、徐家韵执事、交代齐家文技术。林崇慧姐妹、林春厚长老、音控是我本人，加张建传弟兄，讲稿整理陈泽印牧师。来聚会主会内容，第一节拜列那个聚会名称要修改为读经班。好，那廖长老特别邀请大家。这个查经班是不分男女老少，所有年龄层都可以参加，所以非常欢迎大家这个在9点的时候能够来到教会来一起查经。拜三查经基督话是主理是黄团道书会柯冠新技术。今仔日其他的那个团契内容就大家自己来看。拜礼的第一礼拜，主理是陈泽印牧师。哦，那第8是教主立约守诫命。那圣经圣诗奇印金句，就大家自己回去可以先看。那来看迄个教会消息报告第6页。哦，第1点，团契辅导会长的就任。哦。加名单，刚刚那个牧师已经有进行过了，我就不再重复念。那第2点是买魔术馆的专案，感谢上主满满恩典保守的带领，魔术馆已经完成过户交屋，邀请上帝兄弟姐妹甲各团契一齐来参与大项方案。哦，那有一个这个夹页，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就是我们有夹在这个里面，那有很多的那个方式哈，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第3项信公属红表，哈，新的几个一季的这个信公属红表已经安排出来，若是有需要的同工会带到1楼柜台领取。第4点。130周年配合活动开会通知，本主理礼拜了召开130周年配合活动的小组会议，请同工出席参与。第5点，130周年感恩礼拜筹备小组的开会通知。那在下主日的1月17日，主礼拜后会召开这个筹备小组会议。也请相关同工出席参与。那会议后会进行礼拜主会议。那第6点，2020年的后半年的校册检查，好，那这个是在主日礼拜后，台语礼拜后就会举行。好，那请相关的团契财务同工出席参与。第7点，2020年的后会资料爱缴交，哦，那请我们是预定1月31日会召开这个会议和会，哦，请伫咧上晚高的日期是1月15号，好，要把这和会资料交给行政干事。第8点，教育团契组吼是想要推行一个活动，哦，那他是希望我们每周周报的金句都有在念。那邀请大家今年度开始，我们一起来背这个金句。那每半年会做一次测验，好，所以我们第一次的测验的时间是会在契尾第1周这样子。
好，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第9点，本会的这个陈家军弟兄，又是我们荣誉长老跟秀宇老师的儿子哦，他非常就是在1月30号会下午2点半来举行这个结婚典礼，好，我们欢迎兄弟姐妹一起来参加，来祝福他们。第10点，年尾的大饼扫，主日礼拜是会进行这个大饼扫，那咱也会跳出这个圣诞的装饰，那邀请兄弟姐妹一起来饼扫咱的教会。那特别要提醒就是，如果有私人物品目前还放在教会的，那请务必带回去。好，那如果没有人认领，我们就会处理掉。那打扫的分工在这个第10页，好，有一面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也是一个有一页出来的哈，那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哈。那当日打扫完之后，我们教会有举办简单的爱餐。第11点吼是国内外宣道的奉献主日，下主日是国内外的宣道奉献主日，好，请兄姐预备心。其他的事项就大家家己来看。好，那今日敢有？介绍一下那个这一次的那个新人家军跟张惠安，你讲一下，谢谢。好，那即马咱来唱信心393首，393首。乌路全能稳定主宰，车启灵，咱来唱全首。乌路全能稳定主宰，满足今后感谢跪拜，背家信心刚毅灵儿，尊流颂赞。祈祷满单。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的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佮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常常甲恁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好，我们现在来给他平安礼。请兄弟姐妹在起立来行平安礼。